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睇下小狗阿黃嘅故事啦。佢有一隻好特別嘅銀色小哨子啊。阿黃好鍾意呢隻哨子，佢發現只要用力吹，就會發出好大聲嘅聲音，可以吸引所有人注意啦。有一日，阿黃貪玩，竟然用力吹響哨子，大叫有危險呀！兔伯伯同熊大叔聽到，即刻好緊張咁跑過嚟幫手，但係周圍明明好平靜呀。阿黃覺得好得意，哈哈大笑。不過兔伯伯同熊大叔就覺得好失望，擰擰頭咁走咗啦。點知有一日，一隻真正嘅野狼靜雞雞咁走咗入村呀。阿黃好驚，拼命吹響哨子。但係兔伯伯同熊大叔以為佢又講大話，今次完全冇理佢啦。阿黃知道自己錯咗，佢鼓起勇氣，用木棍敲響大銅鑼，用巨響成功嚇走咗野狼呀。大家見到真係有狼，先知今次係真嘅。阿黃好後悔，誠心向大家道歉啦。經過呢件事，阿黃明白到誠信好重要，從此之後佢只會喺真正有需要嗰陣先吹哨子啦。